膠能組別議員叫大家千祈唔好投票。一班平時3點不露嘅膠能組別議員，尋日罕有咁落區宣傳，叫人唔好投票。嗰社民連三子咧，嘥晒香港人啲公帑啦，喺度搞埋晒呢啲公投，會搞到香港有好多人失業㗎。譬如我哋呢班功能組別議員，份工冇咗點算啊？去邊度揾翻份咁筍嘅工啊？呢個金牌係我過去嘅豐功偉績，就係我奪得呢個缺席第一位。為咗大家可以繼續和諧地生活，我懇請大家聽日千祈唔好去投票，我哋杯葛呢個補選。其實佢哋係反高鐵80後青年搞嘅膠能組別同仁愛樂區，今日仲會去到各區宣傳，用反諷嘅方式呼籲大家去投票。一票在手，一票在手，功能組票，功能組票。盡最後努力宣傳嘅仲有何恩永，經過1個禮拜餐風露宿，尋日終於完成5區長征。最辛苦嘅程度就係黃金海岸行呢個青山公路，咁就一路過到去荃灣之後落埋美孚。雖然行到腳都痛，但佢冇諗過放棄，希望感動到多啲人出嚟投票。我今次嘅長征希望就係叫向香港市民祈求，你哋能夠出嚟珍惜你哋嘅一票，